係，因為叫 uncertainty 咯，乜都唔肯定咯，乜嘢都唔肯定咯。咁啊一路等公屋咯，唔知等唔等到㗎，即係有個寄望咯，住先有個寄望咯。住得安心，看得見的希望，由劏房到公屋，街坊生活轉變。今集我哋同大家分享鄭先生、阿榮嘅經歷。住寶庭居之前咧，我就住過劏房啦，住過7年半到啦，住劏房。喺深水埗海壇街，深水埗欽州街個交界。逼遷啦嗰陣時，因為強拍，咁咧之後就搬去單身人士宿舍，咁就住咗1年到啦。佢一個大房八張床位，8張床咯。但係問題係，即係易識人，但係就問題係有時有啲衝突。中意鬥爭。自己住嘅。劏房嗰就自己住，但係舊唐樓咯，舊唐樓又即係可能有老鼠啊，耐唔耐一隻老鼠咁咯。唐3樓，咁咧就當然冇 lift 冇看更，咁冇人收垃圾嗰啲咯。點樣接觸到過渡性房？即係點樣可以？點樣知道有件事再申請咁樣？點樣知道？我諗係經社福機構咯。嗰陣時住深水埗啦，去嗰個叫社區組織協會咯，幫我申請公屋啊，幫我入過渡性房屋，即係俾我一個 concept，即係概念可以去過渡性房屋咯。住過我頭先講住過賓館過渡性房屋咯。咁佢介紹咗我去嗰個咩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嗰啲社工咯。咁啊識得有個叫社工有叫葉生，咁佢負責我 case 嘅，咁啊講俾我聽有呢啲咯。咁跟住就嚟寶庭居啦。跟住佢哋幫我報名咯。你住過咁多地方咧，你啱啱開初嚟到寶庭居嘅時候咧，你一嚟到呢個單位，你感覺點樣？即係比起你以前住嘅地方係點樣？覺得好新咯，呢度好新咯。第一個印象就係好新咯，因為都係呢度即係第一次落成噶嘛，我諗係第一次啟用嘅過渡性房屋嚟噶嘛。新印象就好新咯。先提到劏房嗰度話水費問題都搞得大，但係呢度有自己獨立水電表。呢度有獨立水電表啱咁搬咗入嚟，啲社工又幫忙啦，又俾申請啲二手電器俾我哋啦，咁俾咗部二手冷氣機同俾咗部二手雪櫃嗰度咯。呢度幫到好大忙，有3個社工隊活動。例如咧，手機班佢有啲包粽整月餅即係整冰皮月餅種下少教種盆栽或者環保意識呢度聖誕節過年有活動即係搞活動抽獎諸如此類，都好 enjoy， 即係好享受嘅，即係好唔同而家公屋乜都冇。我有時見到你喺 WhatsApp group 同啲居民喺度傾偈。係啊，傾偈，我中意反映，因為我人八卦嘅，咁中意講下嘢咁有 WhatsApp 咧，呢度有 WhatsApp 群組咁變咗識得啲人咯。即係有時個群組點解今日星期日咁靜英英個群組冇乜人表達意見咁樣，冇人講嘢咁悶嘅呢個群組，咁我又講下嘢咯，即係搞翻下啲氣氛咯，即係唔好咁呆咯，咁即係咁兜咁呆咯。有冇啲説話想同一啲有住屋需要，佢係寶庭居嘅朋友仔講？將軍澳覺得呢個配套係好啲咯，買餸買即係去食肆嗰啲可以容易啲揾啲比較平嘅地方咯，便宜嘅地方咯。係掛住呢度咩咧？呢度配套咯，即係寫咗呢個配套咯。即係呢度食嘢可以揾啲平啲嘅食嘢咯，或者係呢度嘅維康超市都大間啲咯。入住寶庭居咧，對你上高有啲咩幫助？即係幫助咧，就即係喺呢度住咗1年半咯，就連接到公屋咯，即係幫到好大忙噶啦。如果唔係，即係嗰1年半去邊度住啊？真係即係狼狽咯，冇安全感咯。最主要係冇安全感咯。你住一笪地方，呢度可以住短時間嘅，但冇安全感咯。咁狼狽咯，比較狼狽咯。咁有時即係失預算咯。
即係我夠唔夠錢去搬嚟搬去啊嗰啲咁嘅嘢咯，擔心呢啲咁嘅嘢咯。係，如果因為叫 uncertainty 咯，乜都唔肯定咯，乜嘢都唔肯定咯。咁入到嚟之後就叫做有個寄望咯，咁啊一路等工咯，唔知等唔等到㗎，但係即係有個寄望咯，住先有個寄望咯，即係唔會咁彷徨咯個人。如果你都有住屋煩惱，不妨了解下成家社會房屋項目，可能會係另一種出路。下一集我哋帶大家去睇下阿榮嘅新居同埋佢喺新屋嘅生活點滴。